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案件是发生伫初7，一直到初10的尾暗仔，才互检警用杀人未遂，甲3个嫌犯逮捕到案，而且向法院申请收押。啊，这个男大学生的妈妈一透早到病院来探视这个重伤的后生，是口甲目屎拢打起了。更加无奈的是，这个代志发生了后，警方是2度来放走着3个嫌犯。 一直到妈妈甲媒体来投诉，台中市长罗秀燕去探视，鞠躬来道歉。这个检警才甲3个嫌犯逮捕，申请收押。最后法院嘛裁定讲，甲因收押禁见。啊，针对着警方放嫌犯放走2届，啊，代志发生3天后才来抓人，是来爆发着争议。台中市警察局长蔡崇碧嘛亲身出面来道歉。 讲原警无做好着查证，确实是有疏失，所以这个警察队长甲所长来调职，啊，那第6分局的分局长记告。为什么要打人？因为开车小下9分，就甲18岁姓宋的大学生拍到有性命的危险。代志发生伫7号到昨尾暗仔，3位嫌犯才有警方拢抓回来。你们怎么可以让他们可以放走他们？他们对儿子已经打成这样，这算是重伤害了。难道没有办法扣押他吗？ 大学生的妈妈口甲目屎拢打起，对警方一开始敢若照伤害罪甲嫌犯含上头放人，妈妈真无奈。一透早就到病院看后生，希望后生赶紧脱离险境。7号透早，大学生开车弄到嫌犯的玛莎拉蒂。一群人甲大学生游落车，22岁姓张的嫌犯手提球棒想要共拍，佮威胁坐伫车顶的3位同学，唔准报警。 刷落来就开始拍这位大学生，警方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无人动手，唔是现行犯，所以甲3位嫌犯带回去警察局做笔录，以伤害罪函送甲嫌犯放出来。和家属联络才知影大学生头壳出血有生命危险，警方才佮甲3个人带回来，才有杀人未遂罪函送，佮甲3个人放出去。 9号暗时，大学生甲媒体投诉，10号一透早，台中市长罗秀燕出面会室内要求严办。到尾暗仔，检警照杀人未遂罪，甲3个人抓起来向法院申请扣押。自事发到甲嫌犯押起来，经过3天，家属自无奈到甲媒体投诉，市长真生气，引起社会讨论。第6警分局长开记者会嘛压袂落来，加上台中市警局长蔡崇碧嘛出面说明。他们当时的话没把整个事件的话调查清楚啊，就以伤害罪的话来移送，这是我们对社会大众，包括我们警察单位本身的话最不能接受的。你应该要查明清楚啊，不能说到现场看的话就算有这样判断了，这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。蔡崇碧强调，原警判断错误，无做好查证，确实有疏失，所以侦查队长佮有所长拢调职，第6分局长嘛记过处分。